救人等於殺人，2歲伴侶險生葬。溫州火車事故，官方公布嘅死亡人數增至39人，清理工作大致完成，出事嘅路段已經恢復通車，車廂殘骸就停放喺橋下面，但外界就繼續炮轟搜救馬夫。網上亦流傳多張相，影到前日重型機器清理現場嘅時候，車廂入邊可能仲有人。呢條片更加影到呢節垂直嘅車廂被拉落嚟嘅時候，懷疑有個人一齊跌咗落嚟，事後先至被抬走。雖然唔知佢跌落嚟之前係生定死，但種種證據都顯示當局根本冇仔細檢查就進行清理。前日下晝5點幾，救援人員就揾到一個2歲半女仔韓偉伊，但點解當局宣布停止搜救之後，仲會喺一節證實咗冇人嘅車廂入邊揾到生還者呢？這是一個奇蹟。我只能回答你，這樣的事情就是發生了。小伊雙腳受傷，但冇生命危險。經過昨天的手術以後的話，現在生命體徵是還可以，但是這個下一步的話，就是看這個下肢的這個情況啊。護士話小伊好堅強，冇喊過，但都唔敢同佢講父母經已罹難。小伊爸爸嘅微博就仲見到佢記載今次旅行嘅點滴，但點諗到原本開開心心嘅行程，最後會變成不歸之旅啊！